还有关之琳灵顶公园的大成殿，孔子庙，神像。万世师表，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神像的没有神像是神主，还有神主位置。原来从这边可以进去了。关之灵顶公园，灵顶有那个大成殿，你看大楼盖的这么大，叫做娱乐中心，劳工娱乐中心嘛。这边的办活动，你看，白河办活动，我有看到呢，有新位的啦，向那边啦，向西边啦，对啦，有新位的啦，好。